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7日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同款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连续8礼拜拢无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逐天的记者会，即马嘛要改做逐礼拜一摆。指挥官陈时中是呼吁乡亲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嘛是爱挂喙罨。若宗教活动真香要紧的规模，是建议伫1000人以内安尼较妥当。国内继续零确诊好成绩，连续56天无本土病例，防疫放令，各项措施解封。其中高雄旗山天后宫正做解封了后，第一举办社境活动的宗教单位，指挥中心决定人数尽量以1000人为限。那我们原则上是没有禁止，而且他的这个参与的民众是采报名制，所以基本上都可以联络得到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士。那我们还是建议他在每天的这个绕境的人数上，还是以1000人这样的一个，这样他也比较好掌握这个实际参与的人数。为1月1日出现国内第一例境外移入武汉肺炎病例以来，指挥中心逐天拢咧说明，已经开164场记者会。如今配合解封也暂时结束，未来改回每礼拜一摆。上期这段防疫日程，防疫监测组组长周志豪讲，白牌车司机确诊加北部病院以来感染会上烦恼。所谓的白牌车司机的时候，那看到有些的病例，我们在社区这样子找，很担心说，还是不晓得散得多大。幸好也很好，那我们的确是框得很周延。台湾维持443例确诊，其中境外移入352人，本土病例55人，中部南队36人，伫全球有疫情的187个国家中排名168名，国内已经超过108000人检验，伫全球排名第3。解封的时候，就个人的防线绝对不能放，遵从度越高，那我们的抵抗力就越好，那边境就可以开放的越大胆。那换句话说，经济的活动各方面世界的连结也可以做得更好。指挥中心甲中研院模拟的防疫情景，那未来边境开放了后，8成民众维持挂喙罨保持社交距离，疫情തുട继续守住。若是无6成人遵守原则，医疗体系恐惊挡袂牢。记者综合报道。那日本的疫情嘛，豆豆稳定。伫台北的日本环球影城宣布，对今仔日开始要分3阶段有限度的开放。不过要入去佚佗嘛，有加一寡新的防疫规定。那日本各地出名的景点嘛，陆续解除封锁。不过伫东京，昨昏传出14个新的病例，嘛，互外界烦恼疫情会阁压起来。飞天史努比、哈利波特魔法世界，这台北环球影城上受欢迎的设施，为2月29停业了后，都无甲游客见面咯。即卖疫情转好，工作人员因应防疫措施加强消毒，因为官方公布要为6月7日起有限度開放。大阪コロナ追跡システムへの登録をお願いします。ゲート周辺から離れ、他のゲストと間隔を空けて登録してください。关3个月要分3阶段开放，第一阶段优先予住伫台北摕年票的游客，随期阁陆续开放予台北市民甲关西地区的居民。不过为加强防疫，免甲翁仔翕相男做伙，也爱挂喙罨保持社交距离排队，无论内底外口，拢有新的规定。屋内シアターアトラクションでは1列おきに着席不可の列を設けます。ショー鑑賞時は他のゲストとの対面を避け、同一方向で体験ください。环球开放了，东京清风塔等有名景点早都已经解禁，不过东京迪士尼甲海洋世界重新开放依然是遥遥无期。伫东京建造一间酒吧为兼顾防疫，搬出家人希望顾客感受到店内热热，各保持社交距離。なんか帰ってきた時は結構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面白いなと。虽然无确定顾客是毋是接受，不过业者为解禁了后的新生活，拢有真济小撇步。东京疫情目前依然有升悬的现象，这次新增加14个确诊，其中6例拢是歌舞伎町、南公馆俱乐部员工甲人客，互人真烦恼。防发场所会正做下一波疫情的地点。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美国人抗议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害死黑人的示威活动进入第2个礼拜，各地头同款出现真侪示威活动，不过气氛有变甲较轻松，甚至会当看到有人哪抗议、哪唱歌、哪跳舞。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宣布讲，目前派伫美国华府的国民兵嘛会当撤退。暗时华府抗议民众敲锣拍鼓，美国抗议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当日参加人数有20万，因讲是华府史上规模上大一摆。不过游行活动气氛轻松，无冲突发生。总统川普推文来自11州，伫华府的3900名国民兵准备要回去，不过也根据因应随时重回华府派驻。纽约市长贝苏豪也宣布要结束宵禁。More and more peaceful protesters coming out. Better situation overall. Each day, fewer and fewer arrests. I made the decision to end the curfew. And honestly, I hope it's the last time we will ever need a curfew in New York City. 非洲的查甫人弗洛伊德被警方地暗棍死亡，互外界重新检视美国警察执法的过程。波特兰市、西雅图甲丹佛宣布暂停以处理加速关照民众，加州甲明尼苏达州也禁止警察以地暗棍方式控制嫌疑人，也让提出减少警察经费。美国抗议党府国际之间的示威率先悬，英国布里斯托的民众将17世纪的奴隶贸易商科尔斯的雕像摇落来。伦敦民众伫超市的雕像画图写种族歧视的字样。英国内政大臣受访时批评民众破坏时报光彩代志。And quite frankly, the appalling levels of violence that we saw yesterday are unacceptable. I'm pretty certain that the British public would agree with me that what we saw was completely wrong. It is shameful. And quite frankly, that is why these protests should stop. 这次比利时布鲁塞尔500人上街路进行对立，警方出动水条甲催泪甲疏赶人。意大利罗马的人民广场也有数千人单脚跪地，静默8分钟。就算挂喙安保持社交距离，也要呼吁正视平权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白人警察执法粗鲁，害死人命的风波嘛，拖到咱台湾。有公民团体昨下晡伫美国在地协会门口口声援反种族歧视的抗争运动，嘛谴责美国警察的暴力行为，就袂输香港警察同款超过。习近平才是暴徒。公民团体国际社会主义前进大喊黑人的命也是命，反对警察暴力。因对捷运站行到美国在地协会外口示威抗议，因为美国白人警察执法超过，和非洲的查甫人弗洛伊德死亡。因声援反种族歧视抗争，并且谴责暴力行为，就亲像是香港警方的镇压。中共政府以及美国政府都动用了很大规模的催泪弹啊、橡胶子弹啊，同样的有很多示威者也是一样被眼睛打残啊，这种行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一样的。弗洛伊德死亡全面掀起示威抗议，种族抗争怒火更加拖到国际。不过国际社会主义前进讲，美国总统川普想要用武力镇压示威者，也讲抗争运动遭到恐怖组织操控。伊认为这恐怖手段加中共挑化侮辱香港民主运动是同款的，想要用暴力加白贼话压制反抗声音。黑人与工人阶级需要去团结起来，去改变。整个造成经济不平等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可能真正的去消灭种族主义以及歧视。洪秀虎讲，在美国的姊妹会社会主义替代主张建设工人阶级政党，希望经由选举挑战美国两大党来消除种族歧视。不过，随着全美各地示威规模搁再升级，国际间也陆续要求美国爱好好来重视面对种族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风面影响，西半部宜兰花莲爱细日短时间的上大雨。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风面挖进咱台湾，尤其伫台南、彰化以北、宜兰花莲甲东北部有局部有的所在，三不五时无定着时间会落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各地高温伫32度到33度，若台东有可能会透灰小风。明仔载开始，太平洋的高压会增强，风面会往北边甩。所以各地拢会开始变好天，高温烧热的天气，伫过到了后可能会有西北风。
好天sẽ一直维持到这个拜六礼拜。那未来南边温暖的空气会愈来愈强，方面各来台湾的机会就无悬啊。所以看起来黄霜雨的季节恐惊就安尼先要结束啊。那说落来就是7月份要进入风台的季节啦。咱来关心防疫新生活，昨天6月初7是台上运输防疫措施放令的头一天。伫节温代替甲高铁入车头车站爱挂嘴安防体温，啊，毋过入去了后，若是有保持社交距离，就当甲嘴安放落来。另外，伫代替高铁嘛已经恢复卖食室，而且会当伫车顶食物件。国内疫情历来6月初7起，坐大众运输嘴暗有条件会免挂，即要伫车厢内底保持社交距离，将个甲嘴暗摕落来。头一天，捷运站内底民众一个看起拢是有挂嘴暗，站务人员摕着看板加强宣导。入去捷运站的时阵，也是爱挂嘴暗、量体温。是疫情还没有完全好啊，所以我都不会脱掉口罩。戴口罩很闷，所以可以喘口气，你会觉得还是需要喘？对。有的民众真赞成，因为嘴暗挂伤久，真正真翕。而大多数民众也是唔敢放松，因为车厢内底真开，永远无清楚社交距离到底是安怎来看。你如果要一直注意周围有没有人，然后把口罩脱下来，这样不会很麻烦。平常你觉得你判断得出来你跟别人的社交距离？我不知道。交通部宣布，6月初7起，嘴暗解除禁令了后，在台北捷运双铁车厢内底4周围无人，而且维持1.5公尺社交距离，将甲嘴暗摕起来。不过，坐高铁、台铁甲捷运伫入站时，依然爱挂嘴暗，上公车也必须爱挂嘴暗。而台铁也宣布，车顶恢复卖便当、开放饮食，不过是有情形限制。那在车上维持社交距离时候是可以饮食的。那如果邻座或旅客有佩戴口罩时，也是可以饮食。吃完赶快戴起来啊！对啊，因为有时候在路上比较不方便的话，肚子饿还是要先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受到疫情影响，双铁便当销量受到影响，初7双铁恢复卖便当，高铁也恢复列车，塞车卖物件，车顶自动贩卖机甲商务车厢的饮料。记者综合报道。再来，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今仔日是世界海洋日。联合报经过一冬的调查，发现东北海域无论是啥物季节，塑胶微粒拢比西南海域也搁较济。其中公仔寮的福隆、基隆的和平岛、条件公园是塑胶微粒上济头3名。来看《苹果日报》。国道1号新竹路段，因为新竹科学园区上下班的尖峰时间定塞车。新竹市政府争取国道1号5股到杨梅高架桥，顺长到苗栗头份的计划，顶个月行政院已经协定通过，按算要开750亿来起。未来完工了后，台北驶到新竹，干那45分钟尔。来看《自由时报》，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免案通过了后，中选会会召开委员会期审查，正式公告罢免案投票结果，而且会由行政院派人去代理高雄市长。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了后，按照规定3个月内爱补选，也就是9月12之前爱选出新的高雄市长。民进党要找谁出来选，一礼拜3的中常会要做讨论。若国民党这边支持度上悬的副市长李树川，因为伊户口无伫高雄，所以伊无法度参选。若上尾国民党要找谁出来选，即马外界嘛真关心。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国民党真无简单。为民进党执政20年手中摕到市长宝座，即马无啊。按照规定，卡数韩国瑜无提出选举无效之诉，9月12进前爱举办高雄市长补选。国民党到底要杀什么人出来应战呢？进前呼声真悬的副市长李树川，甲即马户口拢无迁入高雄，选举无可能。顶一摆伫位选前失利的黄兆顺是资深立委，进前也参选过高雄市长。外界认为是可能竞选。另外，前不分区立委陈依民顶一摆伫国民党党内初选有出线表达意愿，暗过败给韩国瑜。除了这2个人以外，也有人画出现任议员黄碧玲。大概全党上下没有人会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哈。那只是说，可能在沉淀这个几天，必须思考。伫民进党方面，进前甲韩国瑜拼甲真厉害，但期迈是毋是有可能够出来选呢？也搁要等民进党中常会来讨论。下礼拜3或下礼拜3可能会针对高雄市长、民进党的提名或征召会做出一些决定。
但在代理市长方面，我觉得其实中央派谁都可以。副总统赖清德拄路南参加活动，对敏感话题是无要讲。未来要补选的还有议长，国民党也是议会大多数。柯坤元进前因为破病休困的时阵，拢是副议长陆小比来代替。陆小比对议事规则真熟，阁是资深议员，正做上可能的议长竞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针对武汉肺炎的疫情，中国的官方有发布对抗疫情的白皮书，记录中国对抗疫情的过程。内底有强调讲，中国是疫情的受害者，而且是对这个世界防疫有贡献的国家，应该爱受到公平的对待，无应该直透红梅。台湾疫情转好，不过国际疫情依然继续烧。中国国务院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内容指出，中国是病毒受害国，也是全球的抗疫贡献国，应该得到公正对待，不是指责。有些外国的政客和媒体在病毒源头问题上搞有罪推定，对中国的造谣污蔑，中国媒体必须也必然会做出回应。中国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非但没有受到消极影响，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改善。我们的朋友更铁了，我们的朋友圈更大。针对疫情期间国际传出未少对中国批评，中国官方认为无负面影响，也强调坚决反对个别国家为推卸自身责任对中国抹黑。另外，目前全球拢导致疫苗研发，中国也不例外。不过，官员承认难度真大，难度非常大，周期也很长，并且因为是科学研究，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完成了整个研制、试验和临床的任务，可以达到应用的时候，我们会认真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 WHO 大会上的承诺，把它作为全球的公共产品。抗疫白皮书有89页，超过3.7万字，最后记录中国在疫情期间所采取的严格措施。根据内容，到5月底，中国疫情总医疗费用13.5亿人民币，其中部分为重症患者，费用为10几万到100万拢有，拢由国家承担。只是在这文章内底无讲到李文亮医师这个先发现疫情的关键人物。记者综合报道。这波疫情改变咱的生活，对于其他人来讲，囡仔的心理加减嘛有受到这波疫情的影响。不过，拢无啥人会关心这个议题。美联社针对全世界9岁到12岁囡仔做调查，透过阅读要了解囡仔在想啥。因为国家限制，这两个住伫印度新德里兄弟伫出来的耍板球，俄罗斯卡斯托华伫出来的练习芭蕾舞，意大利的艾琳娜伫线上学空手道课程。加拿大欧文是专心伫新闻报道的疫情状况。Right there is the playground that people are usually going to instead of the school playground. It's closed too. 疫情影响囡仔生活，佮影响因的游戏创作。真爱乐高茶角的乌克兰查甫囡仔丹尼罗，就用茶角做济阵的防疫景象。Оцей чоловічок дає медичну справку, що на кораблі усі здорові, крім однієї людини, яка отут за ґратами в ізоляції. 美联社对全球9岁到12岁囡仔做调查，透过阅读了解囡仔的想法。有寡人为生活中每一个人拢挂嘴暗，也有人用文字写这场疫情，就亲像当年的西班牙流感；也有人为爱透过电脑上课生活，也有人渴望应将病毒封锁起来，恢复美好世界。有囡仔因为生活在散车战乱地区，对居家隔离生活，因家出来的人做伙隔离无种分子，感觉真欢喜。这一摆疫情过后，不少囡仔拢期待疫情消失了后，进入新的生活方式。The roots here at the bottom is all the new possibilities we can do or have taken, and the leaves that are falling, they are like the lives we have lost. That symbolizes the lives. 记者综合报道。
这波疫情嘛影响经济，日本有真侪百年老店嘛季节袂调袂砍折。伫咧日本的玉川旅馆，去年因为风灾关系就还袂恢复，今年佫拄着疫情，伫4月底地休困关门了后，这个月要开始拆除。两座楼悬的木造建筑充满古朴的日本气息。伫前后造桥市的玉川旅馆，已经是大文湖太宰治上爱去的旅館。即摆却因为疫情甲去年風災過後，真濟修理的費用，服業者無法度經營。100年になりますので、歴史もございます。末永く後世に残せるようなもの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玉川旅館伫日本大正10年，以料亭这种高級日本料理餐厅方式開幕經營，了後慢慢轉型為旅館。伫昭和年代初期，總館甲第一、第二分館被日本政府登記做國家有形文化財，稱做千後館，有名觀光景點之一。如今，干內用以影片甲相片留最後身影。有山形的灶卡自稱的是小菜專門店，晚八6塔也出客，伫1885年開始營業。這間老店是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的舉辦地，也是日本的有形文化財。不過在疫情的衝擊之下，也在5月底正式宣布結束營業。これにておかげさまでこの135年の長い歴史を閉じ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疫情發生較早的北海道也有100年老店，因為疫情提早結束營業。有113年歷史的舊小林翕相館，是北海道年代上古的老翕相館建築。中經過函館大火登起了後，休困一陣一直到2009年才由高山先生接手經營。原本經營契約到今年5月中才結束，卻因為國內疫情擴大，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到4月中休困了後，都未到解禁，提早關門。記者綜合報道。鏡頭過到外咱國內，咱來關心三金影帝吳冰峰，頂個月因為腦中風過身，享年59歲。伊的告別式昨昏舉行，真濟演藝界的好朋友攏有到位，包含伊在世界做伴伊上愛的狗仔，嘛有去相送。告別式頂懸的布簾寫正港的台灣囡仔，三金影帝吳冰峰頂個月25因為腦中風過身，切實舉行告別式。演藝圈真濟好朋友攏來送戲。我覺得令人惋惜的是老師不照規則，他不應該離開時就離開。伊生前上喜歡的狗仔也被帶來甲主人講再見。為劇場出身的吳冰峰拍電影、演戲，演啥物就親像啥物。告別式頂懸也放送伊濃縮生前超過30部紀念影片，讓大家個欣賞生前精彩表演。不過介紹真低調，媒體間能佇告別式外口翕。吳冰峰得了台灣本土文化，台語講了真讚，捌摕過2座金鐘、1座金馬、1座台北電影節最佳男演員。不過好朋友透露，要過一個目標，是想要拿坎城影展、坎城影帝的人那樣。那我覺得他是有這個本事，但太可惜了，我們還來不及做到這些事情。人生社無，伊的願望未赴完成，加上也按照伊生前的希望，遺體火化了後用訴訟的方式，18了後也開放影迷甲各界悼念。記者綜合報道。前線直接看來關心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案通過了後，一路支持伊的高雄議長柯坤元卻雄雄想袂開。不過警方目前無發現遺書。這消息一出來，韓國瑜是隨趕到現場去慰問家屬，嘛講政治是一時的，叫大家愛冷靜。高雄市議長柯坤元在所在路卡囥滿市會蠟燭，要宗教團體來悼念。而早起國民黨主席江啟臣甲國民黨秘書長李乾龍也趕來致意。而甲柯坤元有10幾年真好交情的前國民黨主席吳敦義，也甲太太提着鮮花來悼念。伊佇接受訪問的時陣，也哪講哪哭。昨天知道這個噩耗，實在是非常令人痛心。所以今天早晨，我跟我內人就一定要到高雄，跟許議長來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國民黨高雄市議長柯坤元最後一擺公開出現是在5月18，這是伊佇小中風了後，再回來議會，伊上界關心的也是韓國瑜。這遮認真的團隊，大家安尼嫌，看做偌濟代志，對不對？柯
考官员找到暗时对大所在17楼摔落，消息就传出来，韩国瑜赶紧去了解探视，又进前拢无啥物过样，伊太太真伤心，无得接受。有部分的政治人物也伫面册猜测死亡原因，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是严厉谴责。所有的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你的一言一行都要对这个社会负责，不要在这个时候在任何人的伤口上面撒盐。检方也开始侦办，遗体已经勘验好啊，并且问家属，考官员在死之前是毋是有什么过样？现场有发现遗书吗？初步是没有发现，但是检察官仍持续指挥警方进行了解。考官员摔落死亡的消息传出了后，灵堂设伫高雄殡仪馆进行厅，早起已经有真侪政治人物去悼念。又常常发生这种代志，大多数人拢不愿意接受访问，第二了后真紧就离开啊。记者自红下报道。罢免案通过，面对这个结果，总统蔡英文伫面册伊是写讲，这个结果互所有的政治人物上大警示。那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呼吁外界，给予韩国瑜一寡时间。另外，即阵国民党爱改革的声音又搁举起来，地党县议员陈鸿忠是发表退党的声明，讲国民党遮尔乱，所以决定要走。高雄市民以93万张选票通过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总统蔡英文找了暗时伫面册表示，这个结果互所有政治人物真大警示，人民应互你权利应收回，希望各方拢能放下心情，唔通够彼此攻击。大谢前总统府秘书长也是前高雄市长陈菊伫面册表示，人民的声音比任何统治者的权力较悬，佫是所有领导者的责任。要爱敬勿喜哈，这个任何从政人都应该要非常谨慎的。注意到民意的流动，那这在面对民意面前，我们都要顺时钟。台北市长关系去台中录广播节目，呼吁台湾社会爱先冷静落来。民众党是不是推派竞选参加高雄市长补选，目前无规划。所谓的民众党在高雄，它的占比本来就不多了，选议员还可以，如果选市长，也没有在安排说谁要选。南亚县市首长也拢表态，新北市长侯友宜去八里文化公园视察，针对罢韩结果，希望外界给予韩国瑜一寡空间，给韩市长一些时间跟空间沉淀，而且韩市长他永远会选择做他自己，我们要多给他多尊重。高雄市民没有这样的一个福气，民进党的执政过度的民粹操纵。让很多所有的县市长非常的却步。另外，国民党内部也有改革声音，把做过台东县议会副议长，也是现任台东县议员陈鸿忠发出声明，即日起退出国民党，将做罢韩了后第一位退出国民党议员。声明表示，对国民党为中央甲地方长期的种种乱象，感觉痛心失望，才选择离开。国民党台东县党部是表示，会继续甲陈鸿忠努力沟通维留。记者综合报道。罢免案通过，高雄市民的选择，敢有代表咱台湾人民反映出什么款的态度？国际媒体拢真关心。华尔街日报是写讲，这是台湾选民甲我中国的市长赶落台。那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是认为罢免成功，罢免案通过，会造成咱台湾的内部继续分裂，国民党甲民进党会继续扯拼落去。韩国瑜被罢免了高雄市长职位。中国中央电视台派出记者在高雄市四维行政中心连续报道上新罢免韩国瑜情形，随后也报出韩国瑜被罢免的新闻，并且分析在这摆选举了后，国民党、民进党两党的继续对立。挺韩阵营有可能会提出更多的报复性罢免案，由此造成台湾内部的进一步分裂。国际媒体真关心，华丽国日报以台湾民众用选票甲亲中市长赶落台为标题，讲韩国瑜是台湾上有名的亲中政治人物之一。报道指出，韩国瑜在5个月内底连续第2摆失败，代表台湾人民第2摆固执不惊。新加坡海峡时报也报道，台湾的前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互上期的选民免职。报道也回顾今年1月总统大选时，韩国瑜惨败予民进党对手蔡英文。从去年下半年的总统大选，一直到今年的肺炎疫情，台湾社会内部反中情绪的一个投射是一定有在这里面的。对于韩国瑜被罢免，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伫面册发文，认为台湾人的选择是固执一个行入中联办，对于中共一直是好市长。学者是分析，在总统大选了后，反亲中的情绪依然存在。韩国瑜被罢免，表示选民对亲中路线反感，一定会让两岸未来政治关系更加激动，经济甲民间交流恐惊也慢慢降落来。
记者综合报道。体大大车病来看中华职棒暂唔放零防疫措施，球迷唔免专程挂喙暗，而且球场嘛袂食的，嘛会使食物件。若拜六暗乐天对富邦的比赛，朱玉贤讲出联盟史上第1万支home run，嘛可以伫历史顶头留名。其中一个也在场上，哇！结果这一棒打到中间方向，会不会飞出去？乐天投管强望朱玉贤本季第19封出现，这番两分炮可以伫历史留名，因为这是中职史上第1万支的全垒打。今麦防疫政策大解封，初次开始，球场放宽，为会组甲挂喙暗限制，也因为现场煮的食面，包括烹调的人员，要全程戴口罩啊，然后这个也加派人手来贩售，避免大排长龙。然后另外也在排队的时候，排队的人球迷也是戴口罩啊，然后有个社交距离。除了国内体育比赛顺利进行，即麦也开始规划国际比赛。原定9月7日登场的台北羽球公开赛，有希望加做第一场复赛超过300系列赛事。有一些国际的赛事，是不是可以来开始？好，那我们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针对外国选手，指挥中心也建议入境提供3天内检疫证明，比照商务人士5天检疫期。比赛了后，爱满14天检疫阴性才能出境。国际体坛也规划复赛，美国接纳 NBA 理事会批准12支队伫大一地点复赛，伫8月7日开始。And so what we've come up with now is playing without fans for the time being at a single site, and that would be in Orlando, Florida, at Disney World of Sports Complex. F1 19方程式赛车同款启动复赛计划，按算7月7日伫奥地利比赛，暗晡初期有缘无开放观众一场。You know, we'd like to have fans, in all honesty, as soon as we feel we could do it in a safe way for everybody involved, the fans and all those involved in the sport. You know, we've talked about goals to have fans at the races in the fall. We're in discussion with those promoters. 凯瑞指出，因定出一本8到10页的防疫指南，就算未来有相关人员确诊，也被互比赛取消。F1 按算前1礼拜伫欧洲举行8场比赛了后，过去亚洲、美洲甲中东地区。因甲明年的东京奥运，因为各种开销一直升悬，互官方决定以简化省钱为主。やはり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の開催にはですね、都民国民の皆さんのまず共感ご理解が必要です。そのためにもですね、合理化すべきところ、それから簡素化すべきところ、そういったことを進めていくと。小弟表示，东京都关系就规个比赛定数应该进行甲严简化部分，甲东京组委会、中央政府共同研究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咱全台湾上界长的吊桥，南投信义乡的七彩吊桥6月20日要正式开放，予游客入去佚佗。防疫措施放零了后，即马大家拢想要出门去行行咧。伫台南的虎头边、中华鹿港，还有真侪景点，伫休困日人拢叉。亲像蔡琴同款的楼梯总长度全国第一，有342公尺长。伫南投县信义乡上龙水桥的七彩景观吊桥，也无正式开放，已经吸引真侪人来翕相。就你走一段，它都会步道那个桥都会颜色不一样，拍起来很漂亮。造价差不多6000万的七彩景观吊桥，原本今年4月就要开放，不过受疫情影响，因到6月20日才开放。目前采用网络订票，订票的人有真多。那目前我们一上网将近4天那目前已经涌入超过大概7000多人上网来订购。国内武汉肺炎疫情长河切切开始防疫解封，不少人趁假日好天气出门行踏。台南虎头边风景区人是真多，对是不是还阁爱挂嘴暗，很可尊重游客意愿。口罩的部分因为我们目前还是配合如果是在达到社交距离的方式之下，我们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中华县鹿港镇假日也是人真多，老街餐厅满满拢是人，大部分的人已经拢无挂嘴暗，有人已经习惯是感觉挂嘴暗较安心。是感觉讲即摆很安全啊，很安全啊，嘛较无迄个戒心啊。大概有一大部分人都没有在戴啦，少部分还是会戴，对。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防疫新生活确实应保持社交距离等于免挂喙罨，确实免维持，也是请民众一定爱挂喙罨。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华今年18月大代志，王景的喜会节当年举办的日子，拢是由馆长跋杯决定的。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进前2届拢跋无杯。即马咱国内解封啊，馆长王惠美搁在清市妈祖，即摆跋杯啊，跋出8月15、16这2天要举行。中国管理王惠美来到宏源王景福海宫，跋杯清市妈祖有关王景喜会节的举办日期，即届顺利连续跋出3个圣杯，就决定今年的王景喜会节就伫咧8月15、16号来举办。第1个礼拜、第2个礼拜、第3个礼拜一跋拢是无杯，到第4个礼拜一跋3杯在哦，所以这个新名龙有问哦，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暑假期间来参加我们的王宫渔火节。中华管府表示，王景喜会节已经连续举办16年。根据传统，每年伫咧过年了后，拢会由馆长来到福海宫跋杯，请示妈祖举办日期。但是今年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2度跋无杯。今麦终于确定会使如期举办，电影上嘛相当的欢喜。欢迎咱所有游客来咱王景深入一年吼，绝对是无共款的。啊，今年吼，咱议会这边加完了是一个协办单位，这个节目吼，议会吼已经有伊着讲过，今年再次加码。中华管府指出，王景喜会节是当地年度盛事，嘛是推广在地产业的好时机。今年将会分做客福嘉年华、海洋音乐节、放烟火，也有地方好食的物件等4大主题来举办。另外，青人烘蚵仔的活动嘛继续，希望解封了后，会使予当地观光人潮回流。记者中华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去恒春。恒春半岛是月琴的故乡，并当的邦港社区特别邀请老师来开月琴班，和社区的时代组一支60的月琴队，算音乐交流感情，嘛传承恒春半岛的民谣文化。这阵老大人用恒春半岛出名的乐琴，弹出一条搁一条好听的歌曲。我们都来参加乐龄大家唱那个民谣学乐琴，感觉很快乐。恒春半岛这里面这乐琴就比较风行，所以学这个有比较特殊的音乐的屏东棒山凤冈社区的阿公阿嬷，有人弹乐琴，有人比动作，搁有人唱民谣，大家拢嘛吹笑目笑，欢喜甲。我们这个民谣跟乐琴这个要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就请老师来上了民谣课，学唱了以后，然后我们组了一个乐琴班练习乐琴，就以我们在地的那个题材当我们的歌词。社区一乡长讲，透过乐琴班的课程，固定排时间，和社区的长辈练习，唔但会当互因振动骹手，心情开阔，阁会使和人联络感情。凤冈社区家己创作的本土歌，秘书是咧保守这歌活到老、学到老的老大人，希望因会当用乐琴，找到人生的新目标，继续甲恒春半岛丰富的民谣文化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溪地乡是红茶上出名，那台南的满豆是柚仔上有名。两边的农会就以地方的特色甲合作伙，研发出有柚仔香的红茶，创作双赢。茶的色水真深，啉起来像红茶，毋过透淋一寡柚仔香。南投县溪地乡农会上新研发出来有柚仔香气的红茶，民众啉落到底是拢真介意。很好喝，很香，有那个柚子的味道，很漂亮的茶汤颜色，让人喝起来就是赏心悦目。南投溪地乡农会用因生产的红茶，甲台南满豆区农会所吹到老长的柚仔花，两个农会经过真侪摆测试，总算成功甲花的香气夹入去茶叶内底。你也无看到花，因为其实咱经过3次的印制，这是需要时间但是这样印制出来之后，它会比我们把花直接加在我们的茶里面，这样子来调配它的风味、滋味
会更好。新长的果我们做了加工，然后老长的果就出去卖之后，就是出去品都是好的品质，然后比较规格外就我们来做加工，会一个是很好的一个提升，这样子对农民帮助会更大。甲市场较普遍的油花收落来做茶，即泡有油芳开的红茶，毋若无农药残留，也成功代表两个农会的特色，正做近来真受欢迎的农产品。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中大家的德化国小6年有一个学生囡仔，叫做郭兆庭。伊自细汉治着重度 A 型的血友病，身躯若有出现空喙着恶好，所以伊嘛无法度做伤过激烈的运动。伊就爱家己找出伊家己的兴趣，伊介意变魔术，即马嘛互邀请去公益团体表演。邀请阿嬷去台顶，计要用刀仔甲伊的手割落来。今年读国小6年的郭兆庭，伊做魔术师，甲阿公阿嬷人家欢喜甲。对郭兆庭的演出，阿嬷是真钦佩。那魔术就是安尼变来变去啊，我还这回还算真好啊。魔术会带给人家神奇，因为把一个不可能的东西变成有可能。变成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我才喜欢上了魔术。其实郭兆庭有重度 A 型的血友病，只要无细致去跋倒或者是弄着，伊身躯的空喙就真恶好。所以自细汉伊就无法度和其他同学同款，四界走来走去去佚佗。虽然这捌互伊感觉真实际，不过伫咧伊读小学2年的时阵，捌因为看过一场魔术的表演，怎开始对变魔术有兴趣。即马伊毋但加入魔术社，阁互人邀请去公益团体表演。有时候我在痛的时候，魔术神奇嘛，它就可以让我暂时不会那么痛。他有找到他自己的兴趣，而且可以带给别人很开心。我觉得也替他很开心，我也支持他。就亲像是为魔术帽仔变出来5岁10岁的囡仔同款，郭兆庭无因为身躯病痛，怎啊限制家己未来的发展？伊颠倒更较用心，把家己的兴趣找出来。即马伊用魔术增加人生的色彩，也带予身躯边的人真侪快乐，也有回想的镜头。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虽讲咱台湾已经有50多天无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不过真侪国家也是无开放边境，包括讲咱台湾的飞机嘛无法度飞去波兰。不过经过波兰航空斗3天，互调伫波兰的台湾人昨昏坐包机返来台湾。无人机慢慢降落，开入停机坪。波兰航空包机载着116名留伫波兰的学生甲大商返来台湾。经过13点钟的飞行，将有在初7透早顺利到桃园机场。有学生就讲，当地疫情依然是真严重，边境管制拢还未开放，真欢喜用坐包机返来台湾。至少因为学期结束了，所以蛮开心的。对，现在还在锁国。然后他们好像要等到6月15号才会决定说要不要就是开边境这样子，因为这次是包机，就是从波兰直飞，不然原本没有这种班机。伫波兰返来台湾的民众，大喙暗也有护目镜，穿着防护衫，因一路飞行机经过各项检查了后，波兰台湾办事处讲，即摆伫波兰航空协助下，上百位民众对华沙坐飞行机透早6点才到台湾。而且是台湾跟波兰头一摆载客直航。无论如何，我们真的今天把它做到了，就是让大家很顺利的回到台湾来。我觉得是一个感觉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安排包机业者指出，用包机作业真无简单，除了航班费用，航空公司也要确定航权问题，甚至在无法通过中国领空的情况下，航线也必须要驶路。不过，经过1个月时间，将有出成包机返来。而除了初7的班机以外，未来还有3个航次的波兰航空班机会载民众返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免案同意票有93万9千多张，是赢过韩国瑜当初时选调高雄市长的89万2千多票。有学者就分析讲，这款的选票，这个票数是显示讲，高雄市民对韩国瑜当初时打选调高雄市长就去选总统的不满。另外，韩国瑜选调市长的时，伊嘛讲，伊要互去台北来北部打拼的少年囡仔有法度回去故乡高雄来上班吃头路。不过这2年落来效果无好，这嘛是刺激投票主要的原因。
罢韩总部头前做伙关心开票的多数是青年选民，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同意票开价93万9千票，投票率超过42%。学者观察，这件在中北部食头路转来投的人真多。可以看到网络上有很年轻的女性，他们在讲他们秀出高铁票如何在很短的时间早上8点多才到高雄，然后9点又要去搭高铁回台北。不过，高雄20到39岁人口大约占28%，有学者认为93万高票主因也是民进党动员成功，但有学者分析是不满韩国瑜年初参选总统的情绪延续到今嘛。这些简讯那真是吹的一波一波，到选举前都在吹哈。我想这个动员力，然后再加上这是一个总统发布的军令，我们把它视为是一个信任投票。那这一个信任投票，已经表达在总统选举里面，很多人投给蔡英文的报复式的投票了。好，那这一次的罢韩呢，也再一次反映出当时的情绪。韩国瑜在总统大选内底，高雄摕61万外票，蔡英文有109万票。学者认为，年初高雄市民敢若表达因要爱的总统人选，这件才是直接表达对韩国瑜的不满，诉求无同，因此找到这天才会愿意继续前往投票。记者王家川、郭建准、陈hen坤共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确定予罢免。过去总统大选也是地方选举选煞了后，拢有一寡人会因为支持者死去，感觉真郁卒，甚至会想袂开。所以有精神科的医生就提醒讲，这阵啊嘛爱设置选举的症候群，会受影响的人，这阵啊较莫去看新闻，避免去较高引起纷争的所在，而且爱用较开阔的角度甲态度来看世事。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无论是为感觉委屈的人，也是发起罢免团体要感谢市民参加的人，总是有人情绪激动。医师提醒，可能造成情绪失落、忧郁，甚至想袂开这选举症候群的症状。一般嗨不会嗨太久，确实会看到有一些选民就好像很难过啦，但觉得世界末日啊，活不下去啦，或什么不理性的一些行为或想法。这部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就假日，其实大家好好沉淀一下。我们看到2年前失败的人，现在翻转过来。今天我们是失败的人，也许以后我们也有翻盘的机会。留下来，好好的活着，支持我们认为是好的人。忧郁症防治协会指出，若是对这摆罢免结果无法度来承受，建议先莫看新闻，避免去开引发纷争的场所，转移焦点，对各种观点看较开的，并且尊重。要医师提出身体心理方面的实际建议。心理上面呢，应该可能要跟自己或是亲友互相对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这种的心态呢，会比较正面一点。身体方面掌握能睡、能吃、能动、能笑的原则，好好的去运动的习惯吧。医师提醒，输赢只是一时的，未来也有机会。而相关这种选举症候群的失落状况，一般在1-2礼拜就法度恢复。若是情绪真歹情形真严重，建议去看精神科医师，才法度真紧恢复健康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熟悉歌帝河，伊伫音乐界真有名，侪歌手拢指名找伊做音乐的制作人。除了流行音乐，伊嘛颁赞过真侪电影做配角，嘛做过舞台剧，也有大细的演唱会。以含台湾新简介文化新台湾，邀请乡亲做伙来听歌帝河的歌，来看伊的故事。金牌音乐制作人歌帝河，潜心指导新歌手安怎唱，口开口。7月半你也是去海边，嘿，啊，你有时你甲拖长伊，过程中伊就会较清楚。7月半你也是去海边。起来，就天光落，所来的囡仔。看重少年音乐人的特色，用少年人的想法甲开口，结合传统乐器，唱出无同款的台语流行音乐。其实我真简单啦，我就是讲我介意安尼嘿，我介意我就会想办法讲甲做出来，互大家会当
大家分享嘛朋友之间啊介意安尼。惊讲咱若做制作人有时啊迄个无同的乐团还是讲歌手，因拢可能有一个家己的型还是讲一个 style 安尼。除了流行音乐，歌仔和音乐路的所有制作方方面面拢真较全。过去嘛做过电影配乐、红鸭仔、火观音，甚至总统府音乐会、世大运开幕式，就连东京奥运拢有歌仔和作品。歌仔和音乐所行大路，得过奖嘛袂少。传统甲现代音乐的对话，在歌仔和身上看会到上好实践。记者综合报道。音乐听煞来看古纸，咱来看古纸的艺术。台南学家有一个道长，伊号做吴文进，伊对道学有研究，嘛介意古纸的艺术，用古纸做较细型的新秀，还有古纸厝。吴文进浸伫古纸的世界已经40档啊！今年台南市政府甲伊登录做古纸这项传统工艺保存者，是古纸的国宝。粗胚、二次胚、环胚，这环胚了足定的，这足定的。台南市客家区吴文进道长，甲即只会使传达天机和民情观世音菩萨的座架金门口摕伫咧手里，因为伊毋但对台湾昆生王平安检制各种道教科技真有研究，本身也是纸糊艺术的老师傅。古纸40年啊，不管是古早厝、新家，或者是普渡宫，吴文进拢有法度甲古出来。观音大师做起，因为我要甲拄一种。本来是神礼用的物件，我变为艺术品。其实吴文进是对各种毕业，才对伊的阿舅学做古纸。虽然讲毋捌上过任何艺术专业的课，毋过伊的目睭真利，真够观察，真紧就掠到各种新秀的表情和线条，古出来的作品拢真有路。今年吴文进去互台南市政府登录做纸糊这项传统工艺的保存者，伊讲传承纸糊技艺的重担才拄开始。一个责任的开端。我拄我的道学，这38档的累积是含慢还佫浅啦吼。不过我拄迄个无形文化资产的，拄咱人的心灵。逐工看迄美美的物件，你就无杂念嘛，无迄个不如意的。吴文进创这较细型的纸糊作品，互伊真做是一种收藏，改变英国纸糊品伫咧科技活动结束，就爱去红化掉的命运，用纸糊品装塔处理，也变加真时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二战时期的独裁者希特勒，伫西元1889年，伊伫奥地利的北部出世。伊细汉时住的所在，几啊当前互政府征收。即马奥地利的官方按算伫2022年年底，要甲这个所在改做警察局，目前登得去。这间伫奥地利北部布劳瑙小镇的3层楼的黄色建筑，就是二战期间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德国纳粹党领袖希特勒的出世的所在。奥地利政府伫去年底宣布，将楼仔厝打造成警察局。伫册字各公布设计图。der Zweiten Republik aufgeschlagen wird, indem man es so umgestaltet, dass es die Zukunft widerspiegelt, indem es ein Bezirkspolizeikommando und eine Polizeiinspektion beherbergen wird. Und bei manchen entsteht dann wahrscheinlich jetzt die Frage, wirklich ist das die richtige Nutzung, dass man die Polizei dorthin gibt? 这栋楼啊，长期被奥地利内政部租用，暗过处处拒绝翻修，已经营营坑将近10年。2016年政府强制征收，确定转型做警察局，就邀请后面建筑好手看要如何改起，最后选出当地建筑事务所，会开超过1.6亿新台票，2022年底会有新的面貌。Wenn man über Neutralisierung einer derartigen Liegenschaft spricht, dann geht es darum, dass sich rechtsextreme und neonazistische Gruppierungen zweimal überlegen, ob sie hinkünftig nach Braunau
fahren, um eine ideologische Anknüpfung oder Manifestation an dieser Örtlichkeit vornehmen. 在后前社法西斯无国块招比，这栋建筑外观看无真好，有关系讨论的分野，不过每年也是起因部分是纳粹支持者来遮，不过奥地利希望新的建筑会对历史走向新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方面，我近咱台湾，尤其伫台南、彰化以北、宜兰花莲甲东北部会上大雨，各地高温是伫咧32度到33度，台东有可能会透灰小风，台东乡亲嘛爱注意早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有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顺心，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看到我就知影，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介绍小满了后刷落来的这块蒙井。蒙井汉字写作蒙井，罗马字写作武王蒙，子应井。蒙第5条，井第2条。蒙井差不多拢伫新历的6月初5到6月初7迄卡斗。蒙井这2字就是稻啊结穗的意思。这个时阵天气要开始炎热，黄霜啊雨话袂声，要种植农作物较无好。蒙井的时，西瓜乃至山影这热人的果子嘛开始上市啊。这个果子拢是鲜的，我足爱食的，尤其做成串冰嘛真赞。伫炎热的天气，通互咱体凉。除了果子，讨海人这阵海东嘛真有，伫嘉南、平湖、台南外海有小港啊。高雄外海有小床，苏澳甲小琉球的外海有北澳。有介意食海鲜的朋友，行，咱做伙来去台南食小港仔米粉。甲蒙井有坎坷的俗语有：4月蒙井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意思就是讲，蒙井迄天若落雨，就会落到5月，所以5月就无大土。到6月时，若是好天，就会热甲像火咧烧，足热足热。还有一句俗语是“蒙井野，讨无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
梦境了后，百花的花期拢过去啊。即阵的尾叶已经无花粉通采，无通食啊。你会枵死。流梦境结穗，小光啊，小床，飞乌。4月梦境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梦境野，讨无食。趁即马这块行到梦境，西瓜山影当着时，我要紧来去加食瓜。安尼，今仔日咱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